海军海虎畅水艦跋落去海的3位官兵到单也是找无到，这海军是对外公开这事件经过。本地是救难的这浮标挂落去，头一批4个人去处理，有3个人跋落海。这兵器长也随去协助，也落入去海里。那这第3批救生组有6个人去，2个人去落入海。海军是强调讲无放弃搜救这3位失踪的官兵，而且有救回来官兵也进行心理辅导。总统蔡英文下晡也去到国军的左营总病院探视一寡跋落海救起来受伤官兵。海军海后接难3个官兵离跋落海，现时落海官兵的家后，恁着悲伤，希望各界协助的录音档公开，让人听了感觉唔甘。请海上经过的船只多多帮忙，仔细瞭望，看看他们有没有出现在附近，拜托大家了。还有，老公该回来了，外面很冷。回家吧。虽然已经过黄金72小时的救援，国军依然继续出动海空兵力敲找，而且因应洋流的变化来扩大找找的范围。你每4个小时会按照它整个洋流的整个测算，然后我们逐步来扩大我的搜寻的范围。每个人落海的时间，它不是一次掉下去，是陆陆续续下去的。海军水平司法界定，海后接难这届任务期间是18到29。第2执行任务的时阵，接难人员发现船尾有杂音，随时浮航。第一批4人出去处理救难浮筒挂脱落的问题，有3个跋落海，2个到单也失联。了兵器长去协助嘛跋落海，有去互救回。第3批是救生组6个，其中内底4个人伫救援过程中来受伤。另外1个人是跋落海去互救回来，还有1个是跋落海失联。它底下会带了一个300公尺的钢缆，那这个钢缆是结合在潜舰上面的。那整个钢缆出来之后，它为了避免车叶的缠脚，所以它才会派人出去来做处理这个事情。那个地方的涌的确是比较高的。海军讲，救难浮筒挂伫民国86年嘛捌发生问题。官兵之间的感情，哪厝内的人同款，会继续找出失联的3个人。蔡总统第2日嘛落南，又讲部长邱国正陪伴去国军左营总病院关心受伤的官兵。中指跟无名指有骨折，那术后 X 光那个骨折已经复位。一个弟兄是因为身体的那个肢体那个比较深的伤口，做一些伤口的扩创手术，还有简单的缝合。针对参加甲救回的官兵，因为心理也无稳定，广播强调后续的心理辅导工作嘛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